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晡日啦，大家来了解一种嘅高知蓝莓。大家是蓝莓嘅世界是咪去到西葱啊，然后去到草是麦，大部分就你讲90%。以上都像係都玫瑰真口感，不過你基本啦，大家都了解嘅，咱們非常嘅好食，係因為台灣自家種嘅，台灣啊做啲種藍莓，真是係，大家咧朋友你見解，裏邊是係來自苗栗樹工農場嘅口感，烹飪好欣賞分享。大家好，烹飪好，大家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耶，歡迎分享你來，哇，今天。真的很特别，动体片我们等于是第一次体育白绕墙斗种蓝莓改 Toga 的老板来到这边跟大家来介绍，让大家都少改蓝莓。所以讲一下，老板是苗栗的客家人，苗栗给他讲清楚吗？对，爸爸是苗栗的客家人，但是因为爸爸早期就出来桃园工作，所以我是在桃园出生长大。对，所以就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回去听阿公阿婆说客家话，所以我也是只会听，但讲的话就是比较少一点点。那也觉得说那时候很可惜啦，没有跟长辈好好在学习客家话。对，所以阿公阿婆他们讲客家话的时间，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也是一个很可以跟阿公阿婆亲近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躺地就讲哈，如果你可以回一句两句，阿婆应该很开心哈。对他其实他就是算是，因为他知道我听不懂，所以他就是常讲中文，就穿插这样穿插。但是我也是慢慢的就想说，也可以跟他们讲一些客家话，所以就是简单的我还听得懂，我就会稍微回应一下。铁掌掉咧吼，所以你讲，你个听讲，以前是吼，你俩系做于苗栗的可以农场哦。所以你讲一下吼，你看哦，爸爸到头然以走谁？爸爸到桃园，然后你现在竟然是在苗栗开农场，对，而且你种的黑马改的黑葱独玉款豆哈，这边有一个好可爱的，我人生第一次，南音在体育白亲眼款豆蓝莓，原来是这样子的样子，因为每次看到都是包装，种的哈地独改，所以基本你讲的是黑基又动态改农中种的是黑蓝莓，先讲一下你怎么会回去。或者是说在苗栗读苗栗的他提供快农场呢？对，大概10年前，我跟我老婆在一间有机农场工作认识，然后做了2、3年以后，觉得说，好像可以自己出来创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沿路从桃园、新竹、苗栗，那时候刚好找到苗栗，因为我们那时候设定的作物是小番茄，我们就想要种比较高经济的作物，所以那时候来到苗栗后龙这个地方，发现说大家种了很多小番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这个地方可能很适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了后龙农会去问说有没有闲置的农地可以承租，所以那时候有很幸运的有一块农地，有个废弃的温室。然后我们就去跟他顶让下来，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创业之旅。对，跳卡中其实都会讲故事哦，大家有发现吗？一开始会种的是tomato 小番茄，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蓝莓？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小番茄最主要就是销售到新竹的公司行号跟竹科，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种了2、3年，成绩也还不错，对，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怕客人会吃腻，对，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挑选一个新的作物来做一个尝试，所以那时候才选中了蓝莓这样子。大家会先嘛，比如讲懂苗栗感应东你是不是先比如说后头看你讲草莓，对不对？很多种同麦豆里有暗酱，可是你选了一个其实。我觉得不容易，我爱用讲，佢冇按过，而且都推翻冻少您种改蓝莓，对，所以你真的是很有远见的。为什么会特别是蓝莓？而且台湾可以种蓝莓吗？因为一般来说，一般来讲，你景区系嘅是系都某一个景口改啊，什么？是，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就要种之前，其实我们都有去做一些调查，那时候发现进口量，那时候我们查的时候是每年大概2000多吨。的鲜果进来台湾，对，鲜果就是新鲜的蓝莓，是蓝莓，你的2000多吨是蓝莓，是蓝莓，是进来台湾的，哇哦，2025已经到6000吨了，哇，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选说，这个作物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趋势，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试种看看，因为那时候也不确定蓝莓到底能不能生长，所以那时候我们刚好有一个机会啦，就是有一个台湾花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他来做推广他的文心兰。对，他是花卉公司，但是他推广种花，但是他那时候我们有听到说，他有在培育蓝莓苗，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跟他接洽，试试看说在台湾能不能种植蓝莓。所以大概4、5年前我们就种入第一批，我们在尝试试种蓝莓这样子。对。我可以说你现在很成功吗？就是有种植成功，做两公吗？算是有一点规模了，对。而且该下台价投价妇女有些台价又发现么？你开始研究嘅时间系2000多吨，从2000人吨，不过到去年2025年嘅时间已经6000人吨嘞，这代表着它的上升的趋势，就代表到台湾其实是蓝莓嘅因非常嘅多，因为蓝莓会对身体动空气，尤其对生命因其实有动嘅好处，所以真的就是表示，其实台湾下吃蓝莓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吃蓝莓的量是越来越多的。对，所以你係講做啲自家到台灣發展做好嘅藍莓嘅時間，你是做啲是自家種嘅，那台價是會問呢？其實我進口就買得到了，我在台灣買，有可能會好貴耶，對不對？那我為什麼要去到台灣嘅藍莓？因為其實我們進口的藍莓跟國產的藍莓差別就是進口進來可能要30天到60天的運送時間，然後再來是進來的時候，他們為了要防疫。所以常常會所謂殺菌劑或殺蟲劑，對，為了防止一些病蟲害帶進來台灣，所以常常我們購買進口藍莓的時候，就常發現農藥超標的問題。OK， 然後再來是它的進口藍莓比較會有軟爛，或是它吃起來酸澀的，風味沒那麼好啊。但是因為我們台灣藍莓種植的話，它就是我今天採收，我明天就可以到客人手上，所以我們就可以到9分熟的時候，這時候藍莓的風味是最好的時候，就到客人手上。所以為什麼就是說我們國產藍莓會賣得比較貴，是因為我們的生產成本也比較高一點點。對，所以可是問題係你是做得食到最安全。對啊，你是做得食到你最好食，因為家下挑家講嘅，當要感受係從我哋鄉親朋友安個嘅感覺嘛，從我係講去到時從有機會買到藍莓，我回家我一定要1天內等2天內一定要吃完，天才會食聽，因為我洗過後，那洗嘅關係，我食到我食嘅時間，我有種感覺是我好像是為了健康而吃，就會食講食到2都易控嘅，可是我食起來時我沒有滿足感。因為不好吃，你明白我的意思啊？那寫這我就覺得，為什麼要吃藍莓啊？又不好吃。洗東西就是除了控甜，還會覺得吃起來會有一種幸福感，因為幸福感感覺。他應該寫給世界杯起到個，好奇怪哦，我好像再也不想買藍莓了。不過聽家有講誒，係講你做啲食到吃誒，它的風味、佢嘅味水、佢嘅風味、佢嘅層次完全冇同咯，你就會覺得有幸福感。對，是的，新鮮的藍莓它其實的風味就會比較濃郁一點點，吃起來就不會只有酸，所以酸跟甜，所以我們的吃起來，我們也不會說我們農場種出來的藍莓是最甜的，但是我們的風味層次一定會比進口來說相當的再高很多。真的，我覺得真的很可愛。台灣有很多藍莓，你看他們幫我放了3顆在這裡，有沒有？而且這3顆很動態的啊，羽毛料上面要動態的啊，所以這就是這個品種感問題，你等下走來講，我是不是現場可以先試吃一下？我可以問一下嗎？所以這個是什麼時候採的？這是昨天採的。昨天從樹上到樹當摘下來嘅，對，所以昨天講基本上是都是最起嘅。大家兩係3星期到6星期，什麼2個月、3個月這邊海運啊、空運啊，對。所以我挑一個最大顆的可以嗎？這葡萄吧，這麼大顆，都有誰葡萄有嗎？我來驗證一下，到底係咩真的很有風味。這有洗過嗎？有洗過了，對。很好吃，是不是？前面還用來形容詞都無聊，很好吃，因為很甜，我愛吃東西很甜感，然後有一點點的酸，然後它很香，有一些花香的感覺，口感很好。等一下哈，我不是打廣告，因為我剛有講過，因為錄影之前，劉洋之前來預熱特價工，我如果去市場買的話，我吃起來我沒有幸福感，我覺得我只是在吃藍莓。本人從來，真的很好吃哎！係講句話用來藍莓，我覺得台價會窮難為是，我覺得這就是因為新鮮的原因。新鮮，對，它的風味有達到它那個你該採收的時候採收，它其實風味就會變得很濃郁，所以吃起來就是變成說
蓝莓其实不是只吃它的甜，它就是要酸酸甜甜的，然后吃起来会有层次感。所以大家有发现吗？其实你去买蓝莓的时候，它外面都有白白的这个果粉，啪啪改果粉。对，果粉这个是好的。对，它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植物产生的果粉，那些果粉其实也很有营养价值，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就不用特别把它搓洗掉。对，只要稍微过个水，把农场的一些灰尘、尘土把它冲掉，它其实基本上就都可以吃了。对，只要过个水就好了。对，过个水就可以。好嘞，哇！所以大家有发现吗？是讲两妹妹老大家咧讲，是讲有机会去买蓝莓改时间因怎么样投机，然后大家有可能跟啪啪嘅，大家这种听我讲嘅，其实果粉是好的，是好的，对。什么？我觉得。其实动圣起耶，因为你要去卖蓝莓，所以其实没有挑选的机会，你最多是果，你最多就真的是拿起来看一看，你就必须要付钱了，就按用伊。其實我其實都基本嘅少介藍莓唔單止係讓大家分享，其實推翻美元能力就得種藍莓，香港從來嘅事就得多了解都有藍莓嘅知識，所以咧大家先聊下，你馬上你等下就同你講。上团节目有许多动气感蓝莓，真的是回味无穷哎。讲过的时间，我把剩下的蓝莓都吃完了。因为用英讲，因为然后他讲讲世界时间那甜感问题，它会有酸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时间，大家吃东西不地，你会吃到一个新鲜感，动气感感不高，而且我等下还最重要感，因为你就会觉得。很幸福，黑猫吼，你都该操起麦走了。如果软烂，你就心情很不好，你就觉得我爱做嘛会发暗豆千一些这样，有点袂白天嘅东西。好，不过讲到俩咧，健康一下你福气嘅卡 OK 吼，讲到俩片，其实大家地毛。蓝莓嘅品种有动多，我们有很多的品种，而且单只系按用音哦。你蓝莓嘅品种都有一个嘅名，这种名系翼龙蛮哦，是一种推凤有冇？你走凤菜嘅台风我们都会命名。其实蓝莓有很多不同的品种，而且有它自己的名字。对哦，其实台湾其实蓝莓的品种有上100种，对，那其实太夸张了。对，然后主要它就是因为。培育者，或者是它是当地特殊的品种，或者是它的比如说有花香味或果香味，所以它就会用比较特殊的名字去命名。然后有些是从英文翻成中文，所以它会有一些什么海岸啊、薄雾啊、阳光蓝，这些是它很特殊的名字。但是我们农场栽种的话，大概是会有5个品种，对，5个品种，上100种，因为我们也要选说适合台湾栽种的，对。那你们这个品种的名称？我们这个是海岸，我今天带来这一颗叫做海岸蓝莓，好浪漫的好音啊！你就是海岸，海岸。为什么你说它叫海岸，我真的会有阳光的心情？对，还有阳光蓝，还有薄雾，每一个品种都是适合台湾。这几个已经选出来是适合台湾的，然后但是它们的每一种的蓝莓的。特色又会比较不一样，有的是花香味比较重，有的是果香味比较重啊，有的是它比较酸，但是它产量比较大，适合做加工。对。那来问一下你自己种蓝莓，你应该吃过东多某种品种？算是。对。当然，推班改，你说刚你讲推班，你这边有5个品种，当然这5个品种。如果我盲测的话，你是分得出来的吗？盲测有几个品种，它是介于2个中间的，就会比较分辨得不出来。但你略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分得出来，因为它的吃起来的风味就会不一样，然后果形的大小也会不一样。OK。那如果又 give 去到国外，你会想要去看看其他的品种吗？也是会啦，也是会想要说吃吃看别人国家不一样的品种风味，但是。那边的品种就不一定适合带回来台湾栽种，因为气候条件不一样。对啊，我们选的品种就是它的需冷度会比较低一点点，它不用那么冷。像我们印象中蓝莓可能要种到很寒冷的国家，对啊，但是我们选的算比较是热带国家，可以温热带可以栽种的蓝莓。对。OK， 那土壤呢？土嘞？为什么？蓝莓比较难种，就是它很重要的是它需要酸性的。土壤，对，所以我们栽种的时候都是用一盆一盆的模式去栽种，然后土的话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酸性的泥炭土，对。
OK， 所以赌你改农村，一定是其实做咧看到，要一盆一盆改是一种哦。那摘蓝莓这个，就真的就是手工。对，因为我们一颗一颗这样摘，然后强音供这样摘。对，因为我们的蓝莓就是要新鲜，要熟，所以才会采收，所以变成说我们就是要用人工手采。所以有一些我们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它是用机器去采收的，那种就是准备要去做成像是蓝莓酱、蓝莓果汁那一系列，它才可以用机械采收。新鲜蓝莓鲜果的部分的话，都是用人工采收。不过系讲怎样讲，其实不用机器接手的这个的品种也是专门种来做果酱，然后因为比如讲，杜爱千面是做在看到了，系你带来个果汁什么，所以俩是系蓝莓果汁，这个其实你们也是会分有一些。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人工采收的模式，像会进到我们的加工品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蓝莓比较小颗的，就是比较你在销售上面一定会有比较小颗的次级品，所以那种比较次级品，我们就会进到加工里面。对，不过讲到俩，其实俩。按当年来，譬如讲咖啡好咧，咖啡豆其实冻豆改推版咪开始种一家咖啡，其实做在种冻好，一开始大家是袂想嘅，我该种咪以前袂种，因为其实大家都地嘛种果子，种两堆东西读到奶有关系，到天时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你觉得现在读苗栗后量大家提供的种蓝莓，其实一起都蛮适合的，比如说，因为其实我们当初来到会种小番茄，来到后龙也是因为。这边的后龙的地方，它的东北季风比较强，所以它通风比较凉爽。然后它的冬天的时候，它温度会降得比较低，其实很适合蓝莓。然后再一次它的降雨量比较少，它开花结果被打落的几率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一点点。然后再一次我们的土壤其实都是用进口泥炭土了，所以土壤的方面我们就比较不担心。对，所以在苗栗，其实在苗栗整个区域栽种都很适合。然后我们因为这几年因为品种的选拔的关系，最南到屏东，最北到阳明山，我都有听到有人在栽种蓝莓。真的？对。所以屏东改变也有人在种蓝莓，到北部到阳明山也有不过讲到了吼，其实大家有发现无？因为线上头家都喺少改讲蓝莓改种类改时间，有到是起来有发香花香，有到比较果香果子改香味。其实大家有地因为大家都跟授粉有关。是。对，因为我们还是要借助我们大自然、台自然蜜蜂给能力充吗？是。那要怎么做呢？在具体的行动上，我们因为主要会栽种蓝莓，我们一定会盖到温网室。对，因为它成熟的时候，小鸟很容易会飞过来，因为肯定的，肯定的，小鸟很爱吃，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用到网室。当网室的话，你就是授粉的话，就是我们要跟蜂农承接那个蜂箱，请它的蜜蜂来帮我们的蓝莓做授粉。然后再来是蓝莓，它其实2-3个品种互相做交花的话，它的果实也会相对的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农场会种个2-3种品种以上的蓝莓，然后再请那个蜂农搬一箱蜜蜂进来帮我们做授粉。所以就改农村改良是那个苗就是搭起来的时候，里面其实会有好几个蜂箱在里面。对。那蜂蜜呢？蜂蜜，我有请教过蜂农。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意思，对，因为蜂农其实说它的面积，其实你要收到那么多有蜜，需要很大的范围，可能要3-4公顷，像是龙眼啊、荔枝那种才比较收得到蜜。蓝莓的蜜相对来说有，但是也是比较少一点点。但是有的，但是确实是有的。这很有趣耶，动圣起耶。是的，是有的。因为台家有地嘛，因为譬如台家是为想讲令碰通水，譬如蜂蜜水。为什么台家有地因可能其实蜂农碰通改引起了动一项改，我们说蜂箱碰通改项的地图是很多的蜜蜂，但是因为它可能是在台瓷然很多的花，当然还要看花期嘛，很多都是自然的瓷然给放，所以它取得之后，你觉得那个蜂箱里面就会有那个蜂蜜。你看新冠都是在想，可以讲，其实是都人每改农村地图又动都改碰通，我自己幻想的，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是在想说，哇，他在这个努力帮忙授粉，改通吸。黑妹那个等到那个蜂农把蜂箱带走的时候，里面就会有
蓝莓蜜，对，因为你看大家都知道龙眼蜜，对不对？或者是荔枝蜜，对，现在真的动都可以改发，没有人，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你要喝蓝莓蜜吗？对，所以是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然后我们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青农，他其实也有在收集蓝莓的蜜，对，但是它就可能说不是100%纯的，因为会有一些其他的花进来，肯定，但大部分它是会有蓝莓的蜜。对，你有尝过一点点吗？目前我还没有尝过，你下次有机会要尝，下次我试试看。我觉得挺草莓冻圣起耶，因为其实蜂蜜真的我认为某种改发那个。感受也差非常多，我觉得很有趣。当然啦，容易跑水什么广告。如果你是真的直接吃那个蜜的话，那个感受会非常蛮恐容哈。不过讲到了台家是没起到讲，哇，其实种蓝莓还是蛮辛苦的，因为这中间还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是，什么？对，因为其实我们有温网式的，但是问题是鸟进不来，但是会有比较细小的昆虫，像是常常会咬我们的花的，叫做一个蓟马，它非常非常的小，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小点点而已。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很小，像蚂蚁这么小吗？比蚂蚁还要再小，很细小，那基本上你看不到它，基本上它躲得很好，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看，如果你的叶子开始有一点焦焦的被咬到，它的新芽有被枯萎的话，那其实都是可能是蓟马在咬它，这时候我们就可能用一些比较有机的方式，像是精油的方式做处理。它应该是你最大的敌人，虫吗？对，算是对，因为它太小了，很难防治。对，精油怎么用精油处理嘞？像是柑橘精油，就是它天生会有柑橘精油的味道，那个虫或者是用用那个苦茶粕油那种类型的东西，对，进行。是放在旁边吗？不是，就是用喷的。让整颗喷上去以后会有味道那些蓟马就会离开。如果该就进油会控甜，该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在国外读贵为种安用改蓝莓改世界，其实他们遇到的病虫害都不一样，对，差别很大。是，因为这每个国家就像你讲的气候、天气，然后温土，俩都会让凶。还有动圣奇改故事吼，其实你动希望讲还有嘛，改蓝莓改地势小，然后大家来分享，还记得用因打拼改故事，还是有动斗打拼奋斗的故事在里面。基本上大家分享的辛苦，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么讲？欢迎绕墙跳家来到节目地图了，大家咧小解台湾人做啲种蓝莓，其实基本一看节目咪做啲地图，动到蓝莓嘅谁地区，我很想要帮那个观众朋友总结有没有？体积上面有白白的果粉，很健康，动吼，对吧？天意系讲卖你台湾嘅蓝莓，是唔系冷冻嘅，吼，其实都是系注意气嘅，吼，冻控甜。好，是有按用提上，其动有意思哦。其实去读推班总改时间，还要借用那个蜜蜂，有冇给能力让大家来不给昨天上都很好吼，提示和昨天了解，因为一种很奇怪的这个病虫，是一个比蚂蚁还要小，眼睛看不到。蓟马按用改东西。根本呢，这个读完新光读最期待的事情是黑，希望有一天可以喝到蓝莓蜜。那这个动圣奇，因为你这个不在我们想象的清单里面，你得读你想想改清淡地读。好，更多两片改世界上有人问一下听个，其实你走安动年下来，其实也会希望希望工作的让动动某种跟小农合作，甚至希望跟合作社合作，让大家很好做的不管是种蓝莓也好，卖蓝莓也好，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当初在种的时候就想说，其实要大家一起好啦。其实我一家农场大没有用，共荣共享，对，穷对，其实那时候我们想象就是想说大湖。大家想到就是草莓，所以我想说把后龙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特色，大湖草莓、后龙蓝莓，就是我们一直在喊的口号。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其实苗栗也成立一个莓果合作社，然后那时候我们里面有种柚子的，然后有种芋头的小农，他们用他们空闲的农地跟时间来做一个，等于说他们除了自己本业以外，再栽种另外一个比较高经济的作物。所以我们有11位小农在去年成立一个莓果合作社，然后这样子
的话，其实整合大家的力量，其实大家来说就是比方说可以跟比较大型的通路去谈一些订单，对。很棒因为其实台湾过去的20-30年、20-30年地图，我们大家都慢慢希望，比如说产地直送，是，好，你非常嘅重要。其实我是对台湾所有嘅农业都非常嘅重要，哈。但讲大家做的是都动气嘅东西，我觉得很多的回馈是直接回馈在小农身上，这是对，我觉得这是。你还可以动从哪个事情？我刚才头家又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美果合作社，比如说又讲到通路，可是如果你只是有 handle 你讲好送个通路地图，其实产量要非常大，这样走的怎么？就是其实他们通路要的量是非常的庞大的，对，比如说像 Seven 啊，或者是圣德克斯啊，他们的量都需要非常大，对。但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跟他合作，其实也是跟他说，我们打个广告，让大家更能知道说，其实台湾也可以种蓝莓，对，那有点像是行销的部分，然后他们真的觉得吃的喜欢的，他也才可以回到我们小农的，对，直接跟我们购买这样子。不过可能有点困难，因为记得量太对，量很大，没关系，希望你有一天可以。这如果真的有，那太不可思议了。是，你台家有想一件事情台湾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你台湾进口嘅蓝莓有2000吨到2025嘅时候有6000吨。不过大家係想係講，你做得到台灣嘅，你無論講係便宜送掉，係講超市做得買個台灣種嘅藍莓，該是的，那台灣的等於是已經是藍莓大戶了，可以這麼說。好，沒關係，我們起台就是人總是要有希望，又有遠景這個是。除了这个蓝莓蜜蓝莓碰到的你个起台之外，其实也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读某去往个店地度卖到你台湾一家种个蓝莓。不过但讲系安样呢，其实现从有看到加工的蓝莓的加工品，例如比论讲蓝莓气泡饮，就是我用我们比较小颗的蓝莓，然后我们就去做加工，我们整个合作社去做加工的模式，所以我们现在有蓝莓的气泡饮，还有蓝莓的爆薏仁，后续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慢慢都在做研发。对，因为呢，广告嘅时节呢，还是原还是跳先另一下记了个气泡饮，结果我发现呢，这个气泡饮最棒的地方。不是蓝莓的风味而已，主要长掉的地方是它不甜。对，因为现在人都不喜欢喝太甜，吃太甜，所以它有在做配方上有在做调整，让它比较喝得到更多的蓝莓的风味，但是甜度就降下来一些。因为我一看的时间，我性感度是想讲，好，蓝莓应该是会想到葡萄酒有冇？所以你知道很甜的，我就好甜，一喝的时候摸甜我本来想说加冰块应该会很棒，想说加冰块可能会很好，唔甜所以这个真的冻长的听意思嘿，俺呀又是爆米花薏仁，这是薏仁。因为薏仁本身本性是大家都推荐给控甜给媳妇，你只是把它就是爆开，然后加蓝莓的风味，而且俺拢头家讲，我真的很坏，而且是动百姓。因为我又去观察下，豆袋去给热量够啊，结果我发现热量也是低的。也是低的，因为它是用薏仁去爆，它大部分都是薏仁的热量而已。对，因为系讲大家都还是爆米花，有冇该看天上给世界看电影的时候不都会吃吗？你知道那热量有多高吗？很可怕。讲到两片的世界，两个你不能忘记，这也是你种头妈稻虫吗？对，就是小番茄，因为其实蓝莓在种的时候，它需要等待的期间，因为它从小苗种到它可以有一定的量，大概要2-3年的时间。但你不可能2-3年中间没有收入嘛，所以我推荐的青农就变成说，他有原本的作物之外，他用自己的空闲的农地跟时间再来栽种蓝莓，就是比较说你可以分摊你的风险。所以现在我的主业其实也是小番茄蓝莓就是变成说我另外一个作物，让我增加一些营收的部分。那我问一下，想要强调一下头家你系讲你安样种蓝莓，因为师兄你讲的嘛，到2、3年过后，因为你已经经营蛮多年了，2、3年过后，你已经可以到采收、接收嘅时间，所以你下
它是几月到几月你都可以一直维持采收？像我农场的部分，因为我种了5个品种，所以基本上我的产季大概从3月到8月都会有蓝莓，但是最多的时候大概是落在5月份左右，是蓝莓大产的期间。现在3月份是有一些尾巴的话，3月尾大概会有一些蓝莓开始准备开了。你看它现在就是有蓝莓，但是也有花。对，它大产的时候是大概5月份的时候，这真的很漂亮，很梦幻呢。所以你可俩葱吼的俩葱蓝莓，来走的看到一颗一颗的果实，它是可以采的，但是花又出来了，意思是这个。那因为我真的对这个地区太陌生了，所以如果这个蓝莓现在采下来，我可以再看到它有这样的果实了，给我时间。基本上就是1年1个产季，它是1年1个产季，1年1个产季，大概就是3到8月，看品种，大概为期大概是从开花到结果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吼，所以难怪吼，咱们种蓝莓冇很贵，不过其实伊因为做了在铁路也搞到东好便宜，对吗？对，是的，对。比如说还有您当以轻易打嘴鼓找你聊天，对啊，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去摆摊的时候，有一个客人就亲自来我摊位，就是跟我聊天，然后我们聊的时候就在聊蓝莓，他就说，我有去昨天要来之前，我去查过你，所以你的创业的经历，然后你太太的创业经历，然后跟我们农场一路的成长，他说我都有去网络上查一些，然后做一些研究这样子，然后他才跟我聊蓝莓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他除了来买蓝莓之外，还去就是来了解我这个人的情况，所以他自己也喜欢吃蓝莓，自己刚好是蓝莓。对，他应该是喜欢蓝莓，所以就查到说，你今天有来这边摆摊，我特别去找你来聊天这样子。等一下，很可爱。所以你会有市集，就是你有摆摊的活动，市集活动。就是比较偶尔的市集，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以生产为主，对，因为其实到农场我们做到比较后期了，其实客源比较稳定了，对，就比较不用。我根本订不到，根本听不到。对，是。根本绕墙睇到那度兩片，大家話到講，我係咩有停來，咪當然唔係，因為你根本聽唔到。根本你繞牆睇到那度節目地動，最重要是讓大家來講，其實台灣只是東大病毒農業倆地，我覺得台灣農業真的很棒誒，可以講得鐵道咧，咁基本提俾到大家來講，其實你台灣也做啲種藍莓，你係基本扶起來做，你係最重要嘅目的。而且唔講睇到佢人後生，佢唔但係按樣嘅佢未有連接冇向嘅農友，唔但係按樣嘅佢還有輔導。福透不一樣的農友，對不對？也是希望講是一種推廣講，也希望大家的力量是一起起來，共榮共享。對，所以在前幾年我們就有成立一個農協力企業社，最主要是因為一些我們是從外地來苗栗這個地方創業的，然後其實我們大概知道政府有哪些資源可以去申請，或是哪一些可以幫助我們青農的，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那跟其他的小農或是想要創業的人分享，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成立一個農協力企業社，然後也跟國發會去申請了一個青年培力工作站，只要想要來創業，或是你想要來農村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其實都會進行一系列的輔導。我很想了解後龍的農村。是後龍農村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像它有五寶花生、地瓜、西瓜，然後最後有小番茄，然後這樣今年來說的話，也可能把藍莓加入一個區域的亮點。對。有時候聽家經分享到東河，你大家要發現冇，客家電視點20年來，你用呢首解，你咪講到苗栗，講到新竹，講到大南，個基本嘢你當時被談過，你又到苗栗嘅後龍打造變做，而家大家一講到是啲農村要動到幾多嘅豐富嘅農產品所以太棒了，而且基本我們聽家會知道，好像很有生命力嘅感覺，都有生命力。我感覺你未來有希望嘅心情所以基本來到兩篇呢，最後一個題目，我們怎樣得到這些資訊？有您得到？其實可以上網搜尋我們的祥田蔬果農場，或是農協力企業社，都可以上面得到我們的資訊。對，然後我們上面我們的藍莓也可以進行預購。對對對，但是可能要稍等一下，因為大家訂單量比較大一點點。但是大家如果有訂的話，其實都可以享用到。對，太棒了，鐵站呢，今日東方魚條家做咧都度兩篇啦，大家咧了解。嗱，希望呢度台灣落為大家咧種藍莓。好，鄉親朋友，希望你看今日嘅節目強榮收穫靚靚嗬，聊下嚟，強下嚟做認同了。繞牆大家來到福喜來嚟嘅民宿墘宅，還有墘宅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墘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